嗱，真係唔敢相信啊！嗱，單價6字頭就可以擁有我哋前面一線江景嘅景觀，非常之方正嘅戶型。我哋呢邊咧就係而家目前做到4房2廳2衛嘅一個單位。呢度咧係成個中山唯一一個在售單價6字頭嘅一線江景，首付只需要8萬蚊起，超低嘅門檻，月供2000零蚊啊！你一啲壓力都冇嘅。而且咧，到時呢一度仲會有一個4星級酒店嘅一個入住。周圍嘅一個生活配套非常之方便嘅，有我哋嘅萬億廣場啦，1+1生活超市，而且呢度車程7分鐘就可以即刻到達我哋嘅板湖醫院，105國道旁邊紅綠燈就可以過到去我哋嘅城區啦。而家目前新加推嘅11棟我哋呢度嘅樓王單位。嗱，而家過到嚟我哋邊明星戶型98平方，嗱，有冇覺得呢一個廳特別大呢？冇錯啦，因為佢2間房同時打通咗之後咧，呢度就可以俾到呢個大平層嘅一個視覺感受。嗱，再過嚟睇翻我哋呢間房間嘅景觀，會比頭先116更加之靚啊！望出去呢度嘅景觀一覽無餘，望江景、望公園景，2個景觀盡收眼底。嗱，再過嚟睇翻我哋嘅房間戶型，亦都係佢打通咗之後咧，連房間亦都係打通咗。入到嚟我哋呢邊嘅房間一睇，係咪非常之大呢？ OK， 咁而家咧，我哋再過去樣板間嗰度去睇一睇實地嘅一個景觀。